大家好啊！我今日想分享款湯水可以改善日頭同埋夜晚成日出汗，又瞓唔着、心煩失眠，第二日返工返學又冇精神。咁今日呢款湯水就好啱大家飲啦。同大家睇下有咩材料啊？材料就有太子參15克、麥冬10克，主要有浮小麥30克，同埋1條粟米。咁另外我哋可以備多半斤豬展啦。跟住我哋用清水將太子參、浮小麥同埋麥冬用清水洗佢1至2次啊。大家唔需要擔心話咁熱天時飲太子參適唔適合嘅呢？咁冇問題嘅。太子參主要呢就補而不燥，同埋益氣生津。跟住將豬展洗乾淨，凍水落鑊，加啲紹興酒啊，煮佢2至3分鐘。之後沖一沖水，再切件。同樣地，粟米我哋都需要切細件。好啦，我哋將太子參、浮小麥同埋麥冬洗乾淨啦。呢款湯水煲出嚟好清甜，唔需要擔心有苦澀味。好啦，我哋準備好材料，而家可以煲湯啦。我今日準備咗2公升嘅水，水滾咗可以將所有材料放晒落去煲。大火滾起，再轉中細火煲佢1個鐘啊！同大家介紹下浮小麥嘅功效啊！浮小麥主要可以有益氣、固表、止汗同埋清除身體嘅虛熱，可以達至養心安神嘅作用。特別適合而家咁炎熱嘅天氣飲用，飲咗夜晚好瞓啲，人都精神啲。冇咁快煲咗1個鐘咯。咁呢款湯水我冇特別加鹽嘅，因為已經好鮮甜。太子參益氣清虛熱湯，話咁快就煲好啦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影片，歡迎分享、讚好同埋訂閱我嘅免費頻道。咁我嚟緊下次一有新嘅影片，可以立即通知大家。